最近有民众伫社群平台铺文讨救兵，讲伊高中的同学自从伊大学毕业了后呢，8月底去到中国安生去1礼拜，毋过人一到上海了后就失去联络。目前已经有去警察局报案啦。海基会秘书长罗文嘉今日表示，已经发函予中国海协会，目前是也未有回应，也提醒这民众呢，若准无必要，上好是莫去中国。有民众伫社群平台抛出人的广告，要找伊高中的同学，也就是相片内底穿高雄中山工商制服生过的查甫人。伊8月27甲2个朋友去中国上海了后，就无消无息，互厝内人是真烦恼。他就是很临时的询问我说要怎么办护照跟台胞证，完全没有透露说他是要去玩还是要去工作。能联络他的方式也都联络过了，身边能认识的朋友也都问了，他们也都不知道这样。这个姓郭的查甫人因阿姊讲，因小弟今年22岁，单位树德科大出业，食头路差不多半年。8月雄雄讲要去中国安徽合肥，按算要去1礼拜左右。不过8月27入境上海。甲伊报平安了后，就失去联络，传几啊条信息拢无通嘛无回，嘛无熟悉甲因小弟做伙去的朋友，所以9月16报案，通报失踪。有传讯息跟我说他到上海了这样，可是他用的是 IG 的那种积分模式，就是阅读人会消失。当下我就截了一张图，他就说了，我这样子可能会害到他。他要么不是被朋友就是骗过去做那种诈骗的，不然就是去玩，然后被抓走这样。因为找无人，伊的亲戚朋友是心讲会道。最近嘛发生大数集团高站的主管去互中国的公安边境管控18天，也无法度返来台湾。也若针对这个姓郭查甫人的情形，海基会已经向中国海协会发文来探问。不过秘书长罗文嘉20讲，到当也无收到回应。如果他是被中国大陆相关的公安单位滞留的话，其实应该我们很快可以得到消息。各位也知道，中国大陆非常大，那各种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。如果非有必要，尽量减少去。如果真的去了，请务必上陆委会。中国最近这几年持续征收国安法令，今年6月国再颁布挺治台独22条，互陆委会甲去中港学旅游的警示条款做干嘛色？而且根据官方的统计，咱国民众去中国去用留伫遐调查的情形有持续增加。罗文嘉强调讲，民众若是非必要，尽量莫去中国，避免风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